好，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呢，我哋係嚟到8.3嘅。8.3呢，主要係講一啲公唔公義嘅問題，係啦，公唔公平啊，國際間嘅公義。咁有啲咩點解會國際間公義呢？就係發展中國家同已發展中國家之間嗰個關。咁我依家就講下國際之間嘅公義第一個例子碳排放先啦。咁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就已發展國家啦，美國為主就每日排放大量嘅二氧化碳啦。咁就講少少關於美國嘅背景啦。咁美國唔肯簽一個叫做京都條約啦，而呢個條約當中嘅內容就係限制咗佢嘅碳排放啦。咁美國唔肯簽呢個京都條約背後嘅原因就話，因為如果佢減少咗碳排放嘅時候，咁就可能去工業方面就要減少啦，咁就從而就令到佢嘅經濟會衰退啦。咁我就講下呢件事會引起邊兩個原因啦，邊兩個影響啦。咁第一個影響就造成咗呢個全球暖化現象啦。咁其實全球暖化我哋啱啱8.1氣候轉變對健康嘅影響當中係提到嘅。咁你全球暖化嗰陣時就會即係大部分地區都會因為呢個現象就溫度上升咗啦，咁就令到佢個傳染病就擴散咗喺唔同嘅地區裏面啦，咁就增加咗佢哋中暑啊或者傳染病爆發嘅風險啦。而第二個影響就話減少咗農產品嘅收成啦。咁因為你全球暖化嗰陣時，就會令到可以灌溉嘅水源都會減少咗啦，咁就令到啲人耕作又唔得啊，就冇咗嘅收成啦。咁因為發展中國家嘅人民就少咗農產品啦，咁就令到佢哋嘅營養不良嘅。係啦，咁呢個嘅氣候改變呢，嗰個衝擊呢，喺發展中國家嘅居民嚟講係好大嘅，因為呢，佢哋主要呢都係依靠天然嘅資源啦，咁所以呢，佢哋係冇能夠抵禦呢個自然氣候嗰個變化，佢就第一件事呢，就首當其衝嘅。咁有啲例子啦，譬如如果農民嚟講呢，就係旱災啦、乾旱啦，咁其實都會有嘅。咁因為水源嘅問題啦、唔夠啦、氣候嘅改變啦，咁所以呢，農民呢就係冇得去耕種，咁最後呢，就要離開嗰個地方啦嚇。咁降雨量呢，亦越嚟越少嘅。咁另外呢，就係呢個例子啦，太平洋小國啦。咁係一個圖瓦魯啦，咁呢個地方呢，其實呢，就過去其實得12,000人啫，咁氣候不斷嘅改變啦，咁佢海岸呢開始被侵蝕啦，咁過去十幾年呢，係好多嘅颱風啊、旋風啊、氣候嗰個溫度嘅上升呢，係威脅緊佢哋嘅傳統農作物，咁呢個國家呢，就嚟喺地球上呢，就係消滅啦。咁另外一個大家都好熟嘅嚇，馬爾代夫啦，咁其實又係啦，因為溫室效應、全球暖化、水位上升嘅原因呢，咁呢個國家呢，就係有嚟十幾年呢，就嚟冇噶啦。咁呢個主要呢，就係好靚嘅環境依賴旅遊業嘅，咁但係呢，就嚟去消失嘅。咁我會去睇到一樣嘢呢，就係呢。發展咗國家，譬如諗下我哋香港一個颱風啊，或者一個雨季啊，或者一場大雨啊，咁其實冇嘢嘅。第二日我哋都係照常嘅生活，因為我哋去面對呢個環境呢，其實係好強嘅。但係呢啲嘅發展中國家呢，其實一個颱風啊，或者一個旱災水災呢，對佢影響係好犀利，佢好難去恢復翻。咁所以呢度見到係唔公平嘅位就喺呢度啦。好多問題呢係發展中國家做出嚟嘅。但係要去承受嗰個代價呢，就係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呢，佢哋要嚟承擔。咁呢個就係唔公平同個差異咯。OK。咁我就再講下國際之間嘅公義第二個例子就電子垃圾啦。咁有件事件就係話一啲發達嘅國家就將佢哋嘅電子垃圾都俾晒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啦。咁而呢一個事件就會引起咗一個影響，就話令到發展中國家嘅人民重金屬中毒啊，或者患上癌症嘅風險增加啦。咁因為當呢啲電子垃圾都喺晒發展中國家嘅時候，咁其實就我哋8.2裏面都提及到一啲水污染啊，或者化學污染咁啦。因為啲電子垃圾本身佢都含有咗一啲重金屬咁樣啦，咁如果發展中國家嘅人民飲用咗呢啲受到重金屬污染嘅水啊，或者唔乾淨嘅水嘅時候，就會中毒或者係患上癌症嘅。
係啦，咁呢啲發展中國家點解又要嘅？明知有害咁冇計嘅，其實咧佢要經濟要錢㗎。咁因為咧佢係接受咗呢啲嘅電子垃圾咧，佢能夠可以有收入啦，同埋好多人咧能夠有工做啦，去解決嗰個脫貧嘅嚇。咁喺咁嘅之下咧，其實嗰個污染啊、身體健康係之後慢慢發生嘅。咁佢迫於無奈都係會去咁做嘅。好嘅，13年 DSE 卷一第8題，咁呢題呢，其實係問到呢喺生態角度啊，記得啊，我哋所學嗰啲課書都係生態角度，兩個喺發展中國家、發展咗同發展中國家之間唔平等嘅例子，即係唔公義啦。而每一個例子呢，係解釋如何影響，咁呢個4分，即係兩個，一個解釋，一個影響嘅。咁而家就講下呢一條題目我哋要點答啦。其實大家睇翻條題目就可以發覺，咦，原來係我啱啱所提及到嘅兩個國際之間嘅公義例子啦。咁我哋要答嘅首先就要答咗個不平等例子先啦。就好似我哋啱啱所講美國啊呢啲發展中已發展嘅國家，佢哋即係過量排放呢個二氧化碳啦。咁而呢一個舉動就會增加咗呢個中暑啊、傳染病爆發嘅風險嘅。咁同埋呢一樣嘢就會造成咗全球暖化啦，咁就減少咗農產品嘅收成，就會導致咗一啲發展中國家嘅人民就營養不良啦。咁同埋我哋可以答埋呢一個不平等例子，就係話將電子垃圾就輸往去呢啲發展中國家啦。咁因為一啲電子垃圾輸往咗去發展中國家嘅時候呢，就會污染到佢哋嘅水源啊，咁樣咁發展中國家嘅人民可能飲咗呢啲受污染嘅水之後，就會中咗呢啲重金屬嘅毒啦，或者係患上咗癌症嘅。